夹在关内与关外之间的山海关人，习惯将海鲜与野味结合起来做成火锅。浑锅的这个浑字，正是应了这种结合的精髓。以祖传秘制的老鸡汤做底，将腌制好的酸菜与其他食材一一炖煮，汤汁醇香扑鼻，酸菜解腻适口，一口下肚，真是足以让人百吃不腻，回味绵长。虾、蟹、牡蛎等海鲜，以及外表晶莹剔透、口感软糯可口的焖子，是当地人的心头偏好。经过浑锅淬炼后的它们，也仿佛焕发了新的生命。那香嫩爽滑、清脆酸香的口感，就算不加任何蘸料的粉饰，也足以引起一场味蕾上的浪潮风暴。